歡迎入嚟齋聽唔使睇，喺呢度有嘢聽冇嘢睇，喺呢度有汗出冇糧出，喺呢度我哋善用 YouTube 嘅獨裁政策，實行人人喪出片，塞滿伺服器。羅茲威爾事件與 MJ12 嘅誕生。MJ12 唔係新款波鞋嘅型號，同 Michael Jordan 冇關，更加同侵權喬丹冇關。MJ12 其實係 Michael Jackson 嘅第12張專輯，好似都唔係。我哋今日講嘅 MJ12 其實係 Majestic 12，又稱 Magic 12。呢壇嘢係 UFO 外星人陰謀論領域中最著名亦最具爭議嘅秘密組織之一。根據相關指控，佢係1947年由美國總統杜魯門 Harry Truman 透過行政命令成立嘅一個超級機密小組，直接向總統負責。成員包括頂尖科學家、軍方高層同政府官員，專責處理不明飛行物、外星生物回收、逆向工程、外星科技以及相關嘅國家安全同宗教哲學影響等事務。其機密程度據稱高於核武計劃，甚至好多總統都完全掌握唔到當中嘅資料，唔准過問。1947年夏天，喺新墨西哥州羅茲威爾附近嘅荒漠發生咗一件徹底改變人類歷史走向嘅事情。當時有一隊攝製隊拍攝咗第一部兒童不宜嘅成人向影片，呢條影片後來更加影響咗亞洲電視同歐錦棠嘅命運。當然喺拍鹹片之前仲發生咗好多嘢，呢啲嘢喺官方嘅講法只係一場氣象氣球嘅意外，但喺陰謀論同解密文件嘅世界，呢單嘢就係美國政府同外星文明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嘅接觸，亦都係 MJ12 呢個史上最神秘、權力最巨大嘅秘密組織誕生嘅直接催化劑。一切要由1947年7月4日前後講起。當時美國陸軍航空隊 USAAF 即係美國空軍嘅前身，佢哋喺羅茲威爾空軍基地駐紮咗一個精英單位，第509轟炸軍團，係美國當時唯一一個擁有核武器投擲能力嘅部隊。7月2日晚上，當地多個農場主同居民報告，見到天空中出現咗一啲明亮嘅碟形物體喺度高速移動，發出低沉嗡鳴聲。其中一個叫 Mac Brazel 嘅牧場主喺自己牧場入面發現大量奇異嘅殘骸，金屬片輕得離奇，同時又堅硬到普通工具都完全切唔開。有啲材料仲會記憶形狀，被扭成一團之後會自動恢復原狀。仲有好多細小嘅象形符號刻喺碎片上面，唔似地球上任何已知嘅文字。係呢個牧場主係知道晒全世界所有已知文字嘅，所以佢會咁講。Brazel 將部分殘骸帶去羅茲威爾鎮上嘅警長辦公室，呢個消息就好似啲人喺 Threads 度鬧台狗咁，迅速傳開。7月8日，羅茲威爾空軍基地嘅公關官 Walter Houter 少校根據上級命令發佈咗一份官方新聞稿，標題係軍方在羅茲威爾地區捕獲飛碟。呢份新聞稿一出，立即轟動全國甚至全球。當日好多報紙嘅頭版就寫住陸軍捕獲飛碟，但短短幾小時之後，故事急轉直下。美國陸軍航空隊高層突然召開緊急記者會，推翻之前嘅講法，聲稱所謂飛碟只係一個普通嘅氣象氣球同雷達反射靶標。呢個前後矛盾嘅態度，成為之後70幾年 UFO 陰謀論最核心嘅證據之一。傳聞話，真正嘅殘骸同乘客已經被迅速轉移到 Wright-Patterson 空軍基地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而羅茲威爾只係一個掩人耳目嘅虛假現場。真正嘅回收行動，據多個舉報人同洩漏文件描述，極其龐大同血腥。7月5日至7月7日期間，軍方出動超過300名士兵同多架運輸機，將兩個主要墜毀地點完全封鎖。佢哋一個喺 Corona 附近，一個喺聖 Augustine。目擊者聲稱見到軍方用擔架抬走幾具小型類人生物屍體，身高約 1.2 至 1.5 米，灰白色皮膚，大頭大眼，細長四肢，
部分屍體已經嚴重燒傷同腐爛，但仲有至少1至2個係活口。其中最著名嘅傳聞就係 EBE（Extraterrestrial Biological Entity One）。據講呢個生勾勾嘅小灰人被捕獲後，先被送到羅茲威爾基地，之後轉移到洛斯阿拉莫斯。EBE-1可以用基本英語同軍方溝通，據講係透過心靈感應或者植入式翻譯裝置。佢透露自己來自 Zeta Reticuli 星系，飛船因為地球大氣層同雷達干擾而墜毀。EBE-1之後存活咗幾年，期間同一個護士搞埋一齊，並且向美國政府提供咗大量外星科技資訊，包括反重力推進原理同基本基因工程知識。但最終因為地球環境唔適合佢，喺1952年左右選擇死亡。羅茲威爾事件令杜魯門總統同華盛頓高層陷入極度恐慌。當時冷戰啱啱開始，美國最擔心嘅係蘇聯已經得到外星科技，如果外星人係敵對勢力，美國可能一夜之間就被消滅。杜魯門迅速召集咗一班最頂尖嘅科學家、軍事將領同情報頭子，包括國防部長詹士·福萊斯特、科學家 Vannevar Bush 同首任 CIA 局長 Roscoe Hillen Carter 等人喺白宮地下會議室舉行多次緊急會議。經過連續幾日嘅激烈討論，杜魯門喺1947年9月24日簽署咗一份高度機密嘅行政命令，正式成立 Operation Majestic 12，簡稱 MJ12。呢個組織被設計成完全獨立於正常政府架構之外，直接向總統負責，但實際運作起嚟，其實連總統本人都可能被蒙在鼓裏。MJ12嘅任務包括： 1. 回收同研究所有外星載具同生物遺骸； 2. 逆向工程外星科技； 3. 管理同外星種族嘅潛在性接觸； 4. 監控全球 UFO 活動並執行資訊封鎖； 5. 評估外星生物對宗教、社會、經濟、軍事同今日睇真啲嘅具體影響。MJ12最初由12門徒組成。我意思係由12名成員組成，每個成員都有代號，由 MJ1 至 MJ12，當中並冇包括 Michael Jordan 同 Michael Jackson。令人遺憾，呢12金人依次序係 MJ1 Admiral Roscoe Hillen Carter CIA 局長， MJ2 Dr. Vannevar Bush 二戰科學研究總管， MJ3 James Forrestal 國防部長， MJ4 General Nathan F. Twining， MJ5 General Hoyt Vandenberg， MJ6 Dr. Detlef Bronk 生物學家， MJ7 Dr. Jerome Hunsaker 航空工程師， MJ8 Sidney Sowers 首任 CIA 局長， MJ9 Gordon Gray 情報官員， MJ10 Dr. Donald Menzel 天文學家， MJ11 General Robert Montague， MJ12 Dr. Lloyd Bergner 物理學家。呢12個衰佬幾乎涵蓋咗當時美國軍事、科學、情報界最頂尖嘅人物。佢哋擁有 Magic、Yes、Only 嘅最高機密等級，比核武計劃、曼哈頓計劃仲要高。MJ12 成立後，立即將羅茲威爾所有殘骸同 EBE 一轉移到多個秘密地點。Wright-Patterson 嘅藍色房間、Area 51嘅 S4 設施、洛斯阿拉莫斯同杜西基地早期工程等等。關於 MJ12 誕生嘅傳聞好鬼多，最流行嘅一個版本話杜魯門簽署成立 MJ12 嘅命令，其實係灰人 EBE-1 親自建議嘅結果。EBE-1 同美國高層講，如果唔成立一個專責小組，更多外星派系包括敵對嘅爬蟲類就會大舉入侵。EBE-1 甚至提供咗部分小灰人科技作為誠意，包括早期嘅反重力材料樣本。另一個更暗黑嘅版本話，羅茲威爾墜毀根本唔係意外，而係小灰人同美國政府早就傾好嘅交易。小灰人
需要人類 DNA 同情緒價值，應該係情緒能量。佢哋要呢啲嘢嚟做實驗。美國就需要佢哋啲外星科技。羅茲威爾墜毀只係一場故意安排嘅展示，目的係逼杜魯門成立 MJ12，正式開啟長期嘅合作關係。呢個版本仲延伸出格里達條約，即係1954年艾森豪威爾同外星人簽署嘅條約，係羅茲威爾事件嘅直接延續。仲有一種講法係話，真正墜毀嘅飛船有兩艘，一艘係小灰人，另一艘係金髮碧眼嘅北歐外表嘅外星人。軍方回收到兩派外星人嘅屍體同活體，引發內部激烈爭論，究竟應該同邊一派合作呢？最終 MJ12 決定同時食幾家茶禮，一腳踏幾船，同多個外星派系周旋，埋下之後幾十年派系鬥爭嘅種子。羅茲威爾事件後， MJ12 迅速展開大規模資訊封鎖行動，所有目擊者都被警告、收買或者威脅。精通全世界語言文字嘅牧場主 Mac Brazel 被軍方鎖咗幾日，出嚟之後即刻改晒口風。其他農場主同目擊者收到匿名恐嚇電話，或者俾便衣特工訪問。有傳聞話，部分頑固嘅目擊者之後仲意外死亡或者精神崩潰添。與此同時， MJ12 開始咗大規模逆向工程計劃。羅茲威爾殘骸入面嘅記憶金屬同反重力推進裝置被送到多個實驗室研究。據講1948年嘅時候已經有咗初步嘅突破，可以令小型物體短暫漂浮。EBE1 提供嘅基因資料就開啟咗之後哨兵計劃同其他混合計劃嘅序幕。MJ12 誕生嘅另一個重要背景係當時美國對核武同外星威脅嘅雙重恐懼。1945年原子彈投落日本之後，杜魯門已經意識到人類有能力自我毀滅。羅茲威爾事件發生後，高層擔心外星人會因為核試而視人類為威脅，因此 MJ12 其中一個隱藏任務就係評估如果外星人係嚟阻止核擴散，應該點做。呢個問題直接影響咗之後幾十年美國核政策同 UFO 掩蓋行動。關於 MJ12 成立文件嘅真偽，至今仍然存在好大爭議。1984年洩漏嘅艾森豪威爾 Briefing Document 同 Truman Memo 被 FBI 同 CIA 多次否認為偽造，但支持者指出文件入面嘅細節，例如特定會議日期、參與者名單同已知歷史高度吻合，而且打字機、字體同用紙都同1947年至1952年政府文件一致。更有傳聞話真正嘅 MJ12 文件有好幾個版本，洩漏出嚟嘅只係稀釋版。真正最敏感嘅部分包括同外星人簽署條約，宗教衝擊嘅評估就從來冇公開過。羅茲威爾事件同 MJ12 誕生係美國從核時代正式進入外星時代嘅分水嶺。杜魯門總統喺簽署命令嗰晚，據講對身邊親信講過一句名言：我哋而家打開咗潘多拉嘅盒子，以後嘅世界唔會再同以前一樣。呢句說話之後喺 MJ12 成員之間流傳咗幾十年，成為佢哋面對越嚟越多道德困境同宇宙真相時最常引用嘅警句。從1947年7月到9月嘅短短2個月，羅茲威爾事件由一場牧場意外演變成美國政府最高機密行動。MJ12 由一個緊急應對小組變成橫跨軍事、科學、情報甚至宗教領域嘅超級影子政府。呢個組織之後70幾年嘅運作，徹底塑造咗現代 UFO 現象背後嘅巨大黑幕，亦為之後所有陰謀論、吹哨人證詞同技術跳躍式發展埋下咗最深層嘅種子。1947年新墨西哥州荒漠，嗰一堆閃住奇異金屬光澤嘅殘骸，嗰幾具灰白色細小而性感嘅身體，嗰條粗心大意嘅公路，濕滑嘅司機，仲有嗰啲拍攝成人向解剖影片嘅攝製組亞視永恆同歐錦棠，呢一切共同開啟咗一個外星新時代。第二部分，
國防部長嘅離奇死亡。福萊斯特喺 MJ12 成員入面，佢嘅代號係 MJ10，係 Majestic 12，成立初期最重要亦係最悲劇性嘅人物。佢嘅角色唔單止係國防部長同海軍部長，更係 MJ12 內部最早主張有限度公開外星資訊嘅高層。佢嘅死亡表面係1949年5月22日嘅自殺，但喺陰謀論世界入面，就係 MJ12 成立後第一宗為保守至高機密而進行嘅內部清洗，亦係之後甘迺迪遇刺、和夫博士出走等一連串滅口事件嘅開端。福萊斯特喺1892年出生於紐約州，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同哥倫比亞大學，係華爾街投資銀行家出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海軍部長。佢係個強硬反共分子，極力推動美國海軍現代化同核武發展。1947年7月，羅茲威爾事件爆發時，福萊斯特已經係海軍部長。佢係最早接獲完整報告嘅高層之一。據傳，當佢第一次睇到羅茲威爾回收嘅飛碟殘骸同 EBE-1屍體照片時，臉色瞬間變得煞白。之後連續幾晚失眠、潮熱同月經失調。杜魯門總統成立 MJ12 時，福萊斯特被委任為國產007，代號 MJ10，負責軍事應用同國家安全評估部分。佢嘅主要工作包括監督羅茲威爾殘骸同 EBE-1嘅軍事逆向工程，評估外星科技對美國核武優勢嘅影響，協調各軍種、陸軍、空軍、海軍之間嘅情報分享，制定如果外星人公開出現，美國應該採取嘅軍事應對方案。福萊斯特對 MJ12 貢獻最大嘅地方係佢強烈主張將部分非致命性外星科技逐步應用喺軍事領域。佢支持將羅茲威爾記憶金屬技術用喺新型戰機同潛艇外殼上，亦極力推動對 EBE-1進行更深入嘅生物及意識研究。據內部傳聞，福萊斯特曾經親自進入 S4 基地，隔住玻璃同 EBE-1進行過至少2次面對面對話，實際上係透過翻譯裝置。EBE-1話佢知，灰人對人類核試非常關注，如果核武擴散過快，可能會引發其他外星派系干預。但福萊斯特同 MJ12 其他成員最大嘅分歧就係公開程度嘅問題。福萊斯特認為美國民眾有權知道外星存在，至少應該喺國會小範圍內進行閉門簡報，否則政府會失去公信力。佢同當時仲係年輕國會議員嘅約翰甘迺迪有私交，兩人經常討論國家安全同未來科技方向。福萊斯特曾經私下向甘迺迪透露過部分 UFO 資訊，暗示宇宙比我哋想象中熱鬧得多。呢個行為之後被 MJ12 其他強硬派視為嚴重安全隱患。1948年底至1949年初，福萊斯特開始出現明顯嘅精神壓力症狀。佢成日話自己被監視、被跟蹤，擔心蘇聯特工或者其他勢力要殺佢。1949年3月28日，杜魯門總統突然解除咗福萊斯特嘅國防部長職務，表面理由係健康問題，實際上係 MJ12 高層集體決定要將佢邊緣化。福萊斯特隨即被送往 Bethesda Naval 醫院接受休息治療。喺住院期間，福萊斯特嘅行為越來越古怪。據醫院職員同訪客描述，佢經常半夜大喊大叫，話自己見到灰色小人企喺窗邊，話 MJ12 要殺佢滅口，因為佢想將羅茲威爾真相公諸於眾。佢仲多次要求見甘迺迪同其他信任嘅朋友，但全部被拒絕。福萊斯特曾經喺病房入面寫過大量筆記，內容涉及外星科技、MJ12 成員名單同宗教衝擊評估，但呢啲筆記之後全部被消失。1949年5月22日凌晨，悲劇發生。福萊斯特被發現從醫院16樓嘅窗戶墜落，屍體喺樓下路面被發現，頸骨折斷，全身多處嚴重傷痕。官方調查迅速得出結論係自殺。佢當時係用醫院床單綁住窗台，企圖逃走時失足墜落。
呢個說法從一開始就充滿漏洞。既然係逃走失足，就唔係自殺啦，老爺。首先，福萊斯特墮樓嘅窗台外面有防護欄杆，正常情況下一個成年人好難爬過去。其次，屍體傷勢顯示佢係同於朦朧一樣被拋落去，而唔係自己跳落去。佢頸部同脊椎有多處不自然骨折，身上有明顯扭打痕跡。第三，現場並冇完整床單、枕頭同胸圍都冇。醫院記錄亦顯示，當晚福萊斯特被注射過鎮靜劑，理論上係冇能力爬窗嘅。更加可疑嘅係，調查報告匆匆完成，屍體迅速火化，好多關鍵證人被轉調崗位或者封口。陰謀論者認為福萊斯特係被 MJ12 下令清除，因為佢已經開始計劃喺出院後聯絡媒體同國會議員，準備有限度公開羅茲威爾事件同外星存在事實。據傳，福萊斯特最後幾日曾經對一名信任嘅護士講：佢哋唔會俾我活落去，因為我知道得太多。最流行嘅一個傳聞話，動手嘅係 CIA 早期嘅清潔小組，後來發展成 MJ12 嘅執行單位。佢哋深夜進入病房，將福萊斯特從床上拖起，直接從窗戶拋落去，為咗製造自殺假象，之後先至將床單綁喺窗台。再一次，如果係自殺，直接跳就得啦，仲使乜床單呢？ Anyway， 呢個行動據講得到 MJ12 多數成員默許，因為福萊斯特已經變成不可控嘅因素。另一個講法涉及小灰人，據講福萊斯特同 EBE1 接觸過多，腦入面已經植入咗部分灰人嘅意識碎片，搞到成個人灰晒。MJ12 擔心佢會成為小灰人嘅代言人，拍廣告同收取巨額廣告代言費，所以決定即時滅口。仲有人話福萊斯特其實係被爬蟲類外星人意識入侵，開始反對小灰人同美國嘅合作計劃，所以被雙方共同滅口。無論如何，正所謂出貓未至 PK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福萊斯特未出發先興奮，未開始反對 MJ12 就已經玩能源。福萊斯特死咗之後， MJ12 迅速進行內部清洗，除咗用藍威寶同傑次德清洗之外，福萊斯特嘅位置亦由一件中成廢物代替咗。所有同福萊斯特有密切聯繫嘅軍官同科學家都被重新審查。甘迺迪知道福萊斯特嘅死訊後，據傳非常震驚同憤怒，從此對秘密政府產生相當巨大嘅戒心。呢個事件被視為甘迺迪日後同 MJ12 同 CIA 正面衝突嘅重要原因。關於福萊斯特死亡嘅陰謀論之後幾十年不斷演變，有人話佢其實冇死，而係被 MJ12 秘密囚禁喺地底基地，繼續被迫提供軍事建議。亦有傳聞話福萊斯特臨死前成功將一部分 MJ12 文件同羅茲威爾真相透過秘密渠道交咗俾甘迺迪。呢啲文件之後成為甘迺迪遇刺嘅另一個重要動機。亦有人話福萊斯特係 MJ12 內部第一個覺醒者，佢透過同 EBE1 接觸，了解到灰人同 MJ12 嘅長期協議，其實係將人類當成基因農場同意識電池。佢決定反抗，所以先會被清除。佢嘅自殺其實係 MJ12 對所有未來可能反水成員嘅公開警告。福萊斯特死亡後， MJ12 變得更加鐵板一塊，保密程度提升到前所未有嘅程度。之後幾十年，所有想挑戰 MJ12 權威或者想公開 UFO 真相嘅人都會被溫馨提示睇吓福萊斯特嘅下場。呢個事件成為 MJ12 歷史上最血淋淋嘅團結教材。占士福萊斯特作為 MJ10 原本有可能成為將外星真相逐步向公眾公開嘅橋樑，但最終變成保守機密體制下第一個犧牲品。佢從華爾街銀行家、海軍強人、國防部長到 MJ12 成員，最終墮樓而死。呢條路徑濃縮咗冷戰初期美國權力核心最黑暗、最殘酷嘅一面。
而佢從16樓窗戶墜落嘅嗰一刻，不單止係一個人嘅死亡，更係美國政府合法性嘅徹底死亡。從此之後， MJ12 就好似變咗一碌嘢，死都要轉入一個又深又黑又緊窄嘅獄洞而執迷不悟。我係話黑洞，一個無可挽回嘅秘密黑洞。第三部分，失控嘅影子政府。艾森豪威爾1952年當選總統後，迅速成為 MJ12 歷史上最關鍵亦最矛盾嘅人物。佢上任前已經透過多個渠道聽聞羅茲威爾事件同 MJ12 嘅存在，但真正接觸到完整真相時，仍然受到極大震撼。據傳，福萊斯特生前曾經同艾森豪威爾有過幾次私下對話。呢啲對話之後成為 MJ12 內部最敏感嘅禁忌話題之一。福萊斯特同艾森豪威爾嘅最後一次會面發生喺1948年底國防部一次非正式晚宴後，福萊斯特當時已經開始出現精神壓力症狀、失眠、潮熱同月經失調，但佢仍然強行拉住艾森豪威爾去咗一個冇人嘅陽台，佢哋唔知點解手牽手含情脈脈咁望住對方。據後來流傳嘅福萊斯特艾森豪威爾密談記錄，福萊斯特當時面色蒼白，雙手微微顫抖，對艾森豪威爾講：威仔，我同你講，羅茲威爾墜毀嘅唔係氣球，唔係吹氣娃娃，亦唔係蘇聯嘅嘢，更加唔係我哋自己嘅實驗品，而係外星飛碟，係外星呀，老友。而且喺飛碟入面嘅唔係人嚟，佢哋細細粒灰色皮膚大頭怪嬰咁嘅款，而家仲有一隻生存緊。我同佢講過嘢，佢哋嘅人生觀好灰，所以叫小灰人。佢哋話我哋嘅核試已經驚動咗宇宙嘅關愛隊，隨時會嚟地球幫我哋換燈膽。而家我哋政府成立咗一個叫 Majestic 12嘅組織，12個人，權力大到連總統都管唔到。我想公開一部分秘密，但俾佢哋阻止。我可能已經冇咩時間。威仔，如果你將來咁威威可以做總統，記住千祈要小心 CIA 同 MJ12 呢班人渣，佢哋已經無法無天冇網管。艾森豪威爾當時聽完後沉默咗好耐，只係拍咗拍福萊斯特嘅膊頭，同佢講：戰士，你休息下先啦，健康最緊要呀。但據傳艾森豪威爾之後連續幾晚發噩夢，夢見小灰人同核爆畫面嘅重疊。福萊斯特死亡事件發生之後，艾森豪威爾曾經私下對親信講過：詹士係第一個因為知道得太多而死嘅人。呢句說話之後，成為艾森豪威爾對 MJ12 態度轉變嘅重要關鍵。1952年11月，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後， MJ12 迅速準備咗一份詳細簡報文件，諗住可以封住總統把口。呢份文件就係之後名震天下嘅Eisenhower Briefing Document， 日期標明為1952年11月18日，由代號 MJ1 嘅 Admiral Roscoe Hillenkoetter 親自簽署。文件全長8頁，每一頁頂部同底部都印有 Top Secret 同 Magic Eyes Only， 即係只有 MJ12 成員先睇得嘅紅色字樣。內容分為多個部分。第一，羅茲威爾事件完整報告，詳細描述1947年7月兩個墜毀地點、回收嘅飛碟殘骸、發現嘅4具 EB-1 屍體，其中一具嚴重損毀，同 EB-1 被生擒捕獲之後提供咗啲乜嘢資訊。第二， MJ12 成立背景，杜魯門1947年9月24日簽署命令嘅過程同12名成員名單。第三，外星科技逆向工程進展，記憶金屬、反重力推進裝置、能量武器嘅初步研究成果。第四，國家安全評估，外星存在對宗教、社會穩定同核武政策嘅潛在衝擊。第五，未來建議，繼續嚴格保密，擴大地底基地建設，加強同小灰人嘅合作。呢份文件最震撼嘅部分係承認美國政府已經同至少一種外星生物建立某種聯繫，
成為某種老朋友，並且預測未來可能有更多外星族群會到地球嚟趁墟。文件結尾特別強調 Majestic 1、2之存在及運作必須維持最高機密，等級高於核武計劃。艾森豪威爾收到呢份簡報後，據傳反應極其強烈。佢喺大衛營一個私人會議室獨自睇完文件後，足足沉默咗超過1個鐘，之後召見 Helen Carter 同 Vannevar Bush， 要求更多實物證據。MJ12 之後，安排艾森豪威爾喺1953年初秘密訪問 Area 51同 S4 設施。據傳佢親眼見到羅茲威爾飛碟殘骸同至少一具保存完好嘅夫人屍體。之後佢面色凝重咁對身邊助手講：呢樣嘢比原子彈更加危險。艾森豪威爾上任後，對 MJ12 嘅態度開始發生微妙轉變。佢雖然同意 Nelson Rockefeller 嘅建議，將 MJ12 部分運作置於 CIA 保護傘之下，以確保政策延續性，但好快發現呢個決定令 CIA 同相關承包商，例如涉及逆向工程嘅公司，勢力急劇膨脹，開始凌駕於政府之上。據傳，艾森豪威爾曾經對親信講過類似福萊斯特嘅話：我哋可能創造咗一隻大怪獸，比蘇聯更加難對付。呢個想法最終演變成佢1961年卸任前著名嘅軍工複合體警告演說。真正令 Eisenhower Briefing Document 聞名於世嘅係1984年12月嘅戲劇性曝光。加州 Burbank 一位對 UFO 好有興趣嘅電影製片人 Jamie Shandera 突然收到一封冇寄件人地址嘅包裹，包裹入面係一卷未沖洗嘅35毫米黑白膠卷。Shandera 當時正計劃拍攝一部 UFO 題材電影，佢將膠卷交俾 UFO 研究者 William Moore 同 Stanton Friedman 沖洗同研究。膠卷沖洗後，發現係8頁高度機密文件，正係1952年為艾森豪威爾準備嘅 MJ12 簡報。文件內容同之前描述完全一致，每頁清晰可見 Top Secret 同 Magic Eyes Only 字樣。Shandera、Moore 同 Friedman 之後花咗近3年時間驗證文件真偽，1987年先至逐步公開部分內容，立即喺全球 UFO 社群引起核爆級震動。文件曝光後， MJ12 呢個組織第一次真正走入公眾視野。支持者認為呢個係美國政府最高機密嘅鐵證，文件入面嘅細節同已知歷史高度吻合，包括福萊斯特嘅死亡時間、特定會議日期同參與者背景。反對者包括 FBI 同 CIA 就堅稱文件係高明嘅偽造，指出字體、格式同用紙都有輕微不符之處。陰謀論者認為文件係 MJ12 自己故意洩漏嘅測試氣球，目的係觀察公眾反應同測試資訊控制能力。另一個版本話，洩漏者係 MJ12 內部嘅改革派，希望逐步推動真相公開，繼承福萊斯特當年嘅遺志。更有人話1984年膠卷其實係艾森豪威爾本人生前安排嘅保險措施，佢喺卸任前已經預見 MJ12 會完全失控，所以秘密製作咗多份文件副本，指示親信喺適當時候公開。Shandera 收到嘅膠卷據傳就係艾森豪威爾家族或者忠誠舊部透過迂迴渠道傳出嚟。仲有陰謀論指艾森豪威爾 Briefing Document 有真同假兩個版本，公開嘅係稀釋版，真正版本入面詳細記載咗1954年艾森豪威爾同外星人，包括小灰人同另一派係外星人簽署格里達條約嘅過程，當中包括允許有限度嘅外星綁架嚟換取外星科技嘅條款，以及對宗教衝擊嘅最高評估報告，包括耶穌混合血統理論。呢個真版本據傳仍然鎖喺某個地底金庫，只有現任 MJ12 主席同在任總統有權查閱。文件曝光後， MJ12 內部據傳進行過一次大規模內部調查，懷疑洩密者可能係仍然在世嘅老成員，或者艾森豪威爾時代遺留嘅福萊斯特派系殘餘分子。調查結果從未公開，但之後幾年
有多名相關人士意外死亡或者失蹤，進一步加深陰謀色彩。Eisenhower Briefing Document 嘅曝光，不單止令 MJ12呢個名字成為 UFO 文化嘅核心符號，更徹底改變咗公眾對政府秘密計劃嘅認知。從此以後，所有 UAP 調查、吹哨人證詞同地底基地傳聞都會連結到呢份1952年文件之上。而艾森豪威爾本人喺卸任前嘅軍工複合體警告，至今仍然被視為對 MJ12失控現象最直接、最沉痛嘅預言。佢同福萊斯特生前嘅對話雖然從未有官方記錄，但喺陰謀論社群流傳咗幾十年，成為連接兩位國防重臣命運嘅關鍵線索。1952年嘅簡報文件同1984年嘅戲劇性曝光，標誌住 MJ12由完全隱形逐步走向半公開嘅重要轉折。呢個轉折背後係無數權力鬥爭、溏心風暴、鼎爺孖仔、良知掙扎同血腥代價，而真相至今仍然深埋喺層層機密同相互矛盾嘅文件堆入面，等住下一個膽敢揭開個蓋嘅人。而呢個人或者可能應該已經出現咗。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收聽。最後，當然要記得唔好按讚，唔好留言，更加唔好訂閱。下次見啦，如果有下次嘅話。